曹丕呀、曹皇末帝，曹魏的末代皇帝呀、幼年即位呀、这是司马懿呀、这是曹丕呀、这是司马懿呀、这是司马懿跟曹爽争权，曹爽叫小皇帝把司马懿降为太傅啊。介绍司马懿，司马懿很长寿哎。千晋跟朱妹有没有一样？哦，7000人啊，很多呢。曹操是被称为是奸相，治世的能臣，很有能干、很有能力的大臣呢。忠臣呢，不是忠臣的，后来怎么被称为是枭雄呢？挟天子以令诸侯，挟东汉献帝以令诸侯。后来建立曹魏啊。他的儿子啊，曹丕篡东汉的啦。他的儿子曹丕篡东汉的。曹丕39岁就死了。他的儿子曹爽小年纪，也没有办法让国家很长久了。司马懿过世以后，来司马师、司马昭，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把持曹魏政权。到了第3代司马炎就司马炎篡曹魏，建立西晋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了，所以才叫司马懿造反。反对司马懿的叫做淮南3叛了，也是被消灭了。司马炎建立西晋，司马炎篡曹魏，建立西晋。司马炎已经是司马懿的孙子了。西晋你看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做王的都是那个皇帝的兄弟。你看，古代封建制度也有弊端，家天下也有弊端。你看，皇帝的兄弟争权作乱，你看八王之乱，然后引来北方五胡乱华，然后西晋王族就被迁到南方的建康、南京那边，偏安江南。专制有它的弊端民主专制，君主专制有它的弊端后来才有清朝末年的腐败，然后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经过10次失败第11次才成功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认为民国兴盛国势如马。国父详加计划，
很辛苦了，国父很辛苦了。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